在《庆余年》的故事中，有这样一个设定，那就是他们的世界有一个让万众敬仰的存在，那就是神庙了。而除了叶青梅和范闲这一对母子之外，其余的人几乎都将神庙视为了神明一样的存在。那么，神庙究竟是什么呢？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聊聊神庙的起源以及作用。在范闲出生的世界开始之前，神庙就已经存在了，它是地球中上一个文明消失之前所遗留下来的东西。在范闲原来所处的文明之中，末期时各国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核战争，让整个地球陷入了巨大的危机。而原本的人类坐着太空船逃到了宇宙之中，在离开之前创建了神庙这个军事博物馆，让他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推动人类的发展，还留下了一些热武器和众多跟五竹一样的机器人，以及冰封在仪器中的一个小女孩。因为核战争留下的辐射，整个地球沉寂了数万年的时间后，才得以重新开始了生命。新的生命依旧是从远古人开始，神庙使者和五竹便在人类出现之后，开始逐渐的从神庙中走出，交给这些人先进的东西。比如五竹就在远古人时期中出现，交给了那些远古人打绳结的方式。在人类进化的路途中，神庙一直都在发挥着它的职责，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神庙在世间众人的心中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十分神圣的感觉。没有人见到过神庙真正的样子，但世间所有的人都受到过神庙的恩惠。最终到了大卫的时期，世间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了神庙所在，并且将神庙当作了信仰。而之后就是大卫分崩离析，分裂成了南庆和北齐以及诸多的小国。此时的时间线就来到了萧恩和苦荷年轻的时候，也是世间第一次有人见到神庙的真面目。如果说世间的人谁第一个见过神庙，那必然是北齐的苦荷和萧恩这两人了。当时两人受到了北齐皇帝的命令，前往极北之地中寻找神庙。两人一路上耗费了许多的时间，穿过了酷寒的冰原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，最终才历经艰难找到了神庙的所在。当时两人到达神庙后，因为是极夜时刻，神庙失去了太阳能，从轨道下滑，滑落到了雪山之下，让二人很轻易的就在雪山之下见到了神庙。而叶青梅也在当时成功苏醒，被植入了21世纪一位工科女博士的记忆。因为带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记忆，叶青梅并不打算按照神庙的意思一直留在破庙里面，而是选择逃出庙宇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碰巧出逃的时候遇到了萧恩和苦荷二人，在二人的帮助下，叶青梅成功的逃离神庙，这也就开启了庆余年正式的故事。虽然说在庆余年的前期，神庙很少出现在故事之中，但是却也一直跟故事有着很大的联系，因为四大宗师其中的3位都跟神庙有着一定的联系。尤其是叶青梅这位从神庙出来的现代人，不仅手握巴雷特，还有五竹这位堪比大宗师的高手陪伴，所以那些认识叶青梅的人同样知道神庙所在，以及叶青梅是为何出现的。在叶青梅将2位庆国王爷击杀后，便也引起了后续太平别院的惨案。在这个惨案之中，神庙出手帮助了庆帝，因为在神庙的认知里面，叶青梅是毁坏了人类整体利益的人，所以他必须要被抹除。而神庙的这次行动更是直接导致了五竹将其他的神庙使者击杀，让神庙彻底成为了空空荡荡的建筑物。虽然在世人的眼中，神庙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但在叶青梅和范闲二人的眼中，神庙只是一个唬人的把戏罢了。叶青梅在复生后，便也认清了神庙的本质，所以她才选择离开神庙。庆余年的前期故事中，也将神庙吹得神乎其神，但实际上，在范闲到达神庙后，便发现了神庙只不过是个破败不堪的军事博物馆罢了。所以在当时，范闲并未将神庙放在眼中。在范闲到达神庙之前，甚至认为自己是穿越到这个世界中的，而神庙是这个世界中神明的存在。但最终的结果，神庙里面只有一个全息投影唬人罢了。对于没有接触过高科技的海棠多朵和王十三郎这些人，是有着一些哄骗的作用，可以让他们尊称全息投影为神明，但却无法唬住范闲。而在神庙的面纱揭开后，其实也并未有多么的惊艳，不过还是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了范闲世界的存在，也知道了范闲并不是穿越过去的，而是一位被植入了记忆的后世人，并且庆国的时代也不是古代，而是一个文明结束之后的存在。神庙在庆余年的故事中起到了一个引子作用，串联起了整个故事的存在。从叶青梅到范闲，以及延伸到其他的所有人，几乎都和神庙有着一定的关系。而在范闲之后，神庙就没有多少作用了，因为神庙里面已经空无一人，仅剩下了五竹也被范闲带走，最后更是被海棠多朵和王十三郎砸成了废墟，结束了上个时代对于之后社会的控制，让人类可以向着更好的方向自由的发展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